喺啲傳統嘅銀行系統入邊啦，你想轉錢要點樣？要等審批啦，要交表啦，仲要解釋用途啦，假日唔開啦，過數要等星期一啦。就算係你自己嘅錢咧，都唔可以話用就用。而比特幣咧完全唔一樣，24小時一年365日都運作嘅，唔理係香港啊定烏干達啊，只要有網絡咧就可以過數，冇人可以阻止到你。而家喺銀行，佢哋可以咩啊？凍結你嘅戶口，查你嘅錢喺邊度嚟，甚至喺你唔知道情況下 delete 你嘅交易記錄。你試過海外轉咗數俾人，銀行仲有時候打電話嚟問點解你要俾錢佢啊？你冇做錯嘢嘅喎，但係成件事已經唔再係你話事，佢隨時想 block 就 block。咁比特幣嘅每一筆交易都係咩啊？公開記錄喺區塊鏈上面，而每一個人都可以查到，唔可以 delete，唔可以改，冇人話事，冇人可以話唔俾你用。你唯一要嘅保護就係你嗰個 wallet key，冇 password reset，你自己就係你自己嘅銀行。銀行咧就代表嗰個中心化，相信一個中介人、機構、制度。但比特幣就係去中心化，你只要相信數學、信 code。唔再係靠銀行俾你入場，而係人人本身都可以入場。你可以想象一下啦，喺傳統銀行就好似你過海關出國咁樣，你要查身份證啊、掃指紋啊、睇你 visa 先俾你放行。但比特幣咧就好似大馬路咁樣，你自己想幾時行幾時行，你想去邊都去邊，唔需要問人。你有你嘅錢，你就可以啦。所以話咧，比特幣唔係只係一種支付嘅方式啦，佢係一種全新嘅金融思維。From 你問可唔可以用錢，變成你擁有自己嘅錢。幾時用都得，俾邊個都得。